观众朋友，食饱未？老师平安。平安。老师，你迄个有听过吹仔会当变后生诶？一个无换名，要安怎变有换名啊？即个哪会遮奇怪哦？这是老师今仔日要讲诶，对无？迄阵其实活命无活命吼，用死甲活，毋是讲肉体诶死甲活。上帝讲人死是因为离开上帝。是安尼，所以咱今仔日爱来看到最后，因为咱今仔日有一个影片哦，虽然是我翕诶，翕了无啥好，但是会当带逐个去踅街，踅一个匈牙利上大诶教堂，对无？对，上大诶。内面其实足水诶吼，嘛是讲着一个国王诶，要纪念一个国王哦，逐个要看卖影是倒一个国王吼，咱会当先来看后壁即个，互逐个先偷看者，即足水诶教堂对无？后壁，只看我后壁。今日咱要来讲诶是，就是匈牙利上大诶教堂。是，咱为迄个挪亚诶后代讲起对无？叫洪水。对，圣经诶故事爱淡薄仔知影，无咱就无法度继续看落诶代志。咱知影圣经内底，咱知影有一个叫做大水，大水诶时毋是逐个拢死嘛？有一个人做一只叫做方舟，有无？一只船啊，叫做挪亚吼，叫挪亚。挪亚吼，所以全世界诶人，挪亚拢是咱诶祖先啦。伊有三个囝，一个叫闪、含、雅弗，三个囝。即摆咱要讲到即个三个囝怎样分，就讲散伫全个地球是安怎散法，是走去倒，三个囝走去倒。咱对这爱了解，然后咱就会当看后来要讲诶小人煞足侪历史吼。雅弗，因为伊伫圣经内底，咱先来看一段圣经哦。创世纪9章26节，伊讲着俄罗耶和华闪诶上帝，迦南做闪诶罗卜。是。伊三个囝闪就是闪、含、雅弗。闪、含、雅弗三个。闪诶上帝，上帝是闪诶啦。伊这是毋是安尼讲？来。迦南要做闪诶萝卜，迦南是啥？咱即摆慢慢看，咱来看第7节，愿上帝互雅弗发展，互伊住伫闪诶布棚，迦南也做伊诶萝卜。迦南做闪诶萝卜，刷落去做雅弗诶萝卜，安尼伊三兄弟仔毋着含上歹咧，对无？含就是迦南嘛，含诶囝是。含迄个拢爱做我即摆是要对圣经来看，讲即三个人有照安尼照上帝就是讲迄阵所有言诶代志，照安尼做啊无？咱知影黄诶吼，地图内底黄诶是闪。当然有一寡特殊诶啦。含着非洲诶所在吼，雅弗就是北边。即摆咱讲到闪、含、雅弗。咱知影讲含，圣经故事。我知影即个是意大利，即文诶意大利。我住伫遮，我即文住伫遮对吧？地中海来乌海、里海。乌海是。乌海、里海是安尼。欧洲诶地图大部分咱即摆讲诶即部分啦。因为人类开始诶是伫海底两条叫做幼发拉底甲底格里斯嘛，迄两条河。顶悬迄条，顶悬我有画一条咖啡色诶线，迄著是多瑙河啦。因为迄伫欧洲最重要诶河。伫古早有两条上重要诶河，伫下骹下骹诶幼发拉底格里斯河，迄是伫上下骹迄两条，有两条。红海。个托巴
毋是红海顶悬了，哦，伫哦，下骹摆啊两条河水，土巴对了对，遮，中即两个河中就是巴比伦啊，巴比伦什么人来建立巴比伦？圣经有写，我无伫遮摕出来就是古实，古实是谁诶囝？就是含诶囝，迄个做人诶罗卜，迄个囝叫古实，古实诶囝叫尼禄，尼禄是一个英雄诶开始，因为即个拍啦。所以伊就逐位去找着一个上好诶土地，叫做巴别。巴别，但是叫我啦伫个历史诶地方，我无伫遮标出来。但是咱知影伫遐就开始巴比伦帝国伫遐。即摆有咱讲雅佛，雅佛即个上帝讲伊会扩展即个族，即个族伊诶囝拢总七个伫遮咱伫遮高灭上顶悬，咱看地图上界正面诶顶悬马国，下骹马代，下骹叫马代，来土耳其迄个地方米色甲土巴，佫有雅元是啦，提拉马其顿诶所在。因本地对遮足紧就发展。为什么上帝讲伊会发展？为什么伊讲伊会住伫闪诶布片？布片什么意思？是即款诶保护。因为上帝伫启示录内底也有讲，伊新诶永远诶布片就是新诶耶路撒冷。伊讲即个上帝所竞选使用诶人，竞选诶族群就是闪。伊讲闪是闪诶上帝，就是雅佛要踮踮要住伫闪诶上帝内面诶保护内面，所以雅佛后来有哪会接受闪诶上帝，就是耶和华啦。闪诶上帝就是耶和华嘛。是用住伫个布片，迄个意思就是讲，因要伫闪诶上帝诶布片内底。就是讲伫耶和华诶内底受保护，伊个塑造扩展，安怎扩展伊你看伊发展伊个国家安怎发展？你看对遮开始对北边就到西伯利亚去啦，有无？来到北极，后来咱知影讲有一个有人讲美洲诶印第安人对吧？讲因是对亚洲诶蒙古族。蒙古啦，迄个所在走过，是毋是因扩展？来个有因后来咱毋是知影讲英国啦，伊伫世界逐个所在殖民，个有荷兰殖民，英国诶殖民地足济，拢去连澳洲有无？澳洲个有美洲，澳洲美洲啦，拢总是澳洲人，拢是雅佛诶互诶扩展出，所以伊讲愿上帝互雅佛发展，伊诶发展就是讲要发展到全世界去啦。所以福音大型传会诶目的，就是要将福音较紧传出，传到美国、到中国，然后要传回耶路撒冷，有无？是咪照安尼来做？安尼看过一张嘿，好。佫有万只我讲诶马代，我拄则咧讲迄个马代你圣经内底有哪有写啦？因为什么人甲巴比伦灭掉，就是马代人，就是波斯啦，波斯马代，嘿，马代波斯嘛，古实有无？毋是马代波斯，对，巴比伦甲灭掉。咱马代迄个王，有后来迄个王算是因准以色列人倒转去起因诶圣殿。是，迄个波斯，嘿，咱知影大利乌王嘛，伊就是马代人。圣经明写伫但以理5章31节，伊讲马代人大利乌得到国位，迄阵因准人伫耶路撒冷重建圣殿。
所以咱知影马代就是波斯啊，所以每一个所在伊的囝伫欧洲安怎发展到全世界，伫遮都拢有说明。咱来会长。迄若听无诶，不要紧，继续倒带吼，继续听阮诶节目对无？老师会搁解说。你诶第一任诶国王，第一任国王，咱知影，咱较早有讲着，因建国是伫896年啦，就是阿尔帕德王宫啦，伊个匈牙利就是匈奴啦。伊本来是匈奴，后来改做因有人讲伊叫做匈人不管伊什么人，来因有一个王叫阿尔帕德，伊就翻冰过，就爬过一支山，就来到匈牙利平原。到匈牙利平原，伊的孙啊，叫做史蒂芬一世，伊原来的名叫做沃伊克。瓦伊克受洗以后就改名做史蒂芬。史蒂芬是啥意思？要纪念史蒂芬。咱的圣经内伫和本的圣经内就写史蒂芬。史蒂芬就是伊斯特凡。伊斯特凡，伊个匈牙利的话叫做伊斯特凡，英文叫做 Steven， 就是安尼讲的啦。所以伫1000年，就是主要1000年，主要1000年，拄好伫这个时阵，教皇主持加冕，甲史蒂芬成做匈牙利第一任国王。伊个宣布，基督教就是因唯一的国教，因国家的宗教就是基督教，所以咱知影对匈奴，咱较早有讲过，迄是上帝的锤啊。上帝的锤啊，要来管教遐信耶稣还无认真诶，遐罗马帝国诶人，有无？是讲遐犹太人。但是普通锤啊用了就点得角啊。但是无共款有哪有特殊诶？因为你若悔改，相信上帝，伊就要接纳你，成做伊诶囝儿。即个就是即个国王诶雕像对无？对，国王雕像像巴比伦来讲，巴比伦就是锤啊嘛，伊要管教以色列人，安尼用了就点得角。即摆巴比伦即个国家你找无啊？因为点得角啊。但是匈牙利即个国家存在是真好无去用点头角，即阵会当来遮耍。但是，佫会当看到因佫起足济足水诶教堂对无？后来咱因为因为悬即间教堂诶悬是96公尺啦，就96米。为虾米？1905年甲做好，伊起诶时间是54年。是。因为即间教堂起诶是为着要纪念因建国伊869年。因是896年诶时建国，为着要纪念建国1000年，所以1000年诶时才开始起，起到1905年才完成。因为足济咱咧看电视诶，还是看网络啦，拢有足济名，迄名大声我咧看，拢无清楚。后来我匈牙利人讲伊叫做 Istvan，英语叫 Steven。中国话有人翻译做用匈牙利语来翻译过来，叫伊斯特万。有时有人翻译做史蒂芬大教堂，或者是伊斯特万大教堂，迄名足济就对啊。其实中文的圣经叫做史提芬，台湾话叫做史提范。史提范伊就是保罗开始咧掠基督徒诶时，就是用石头钉死诶。保罗就因为杀死史提范，特地后悔惨，伊成做愿意死诶一个
一个宣告书。吼，对啊，所以吼，你若伫 Google 吼，你若找遮个名，拢是共一间教会哦，做好耍诶。对啊，足济名拢是即间啊。是，咱等下嘛会看着伊内面哦，有翕着内面吼，是讲老师因为行足紧诶，说一面是我啦，我翕诶，毋是老师翕诶吼。等下一定爱看到最后，咱会当伫内面会当看着一个足水诶管风琴吼，管风琴是，爱较特别注意呢。所以就老师讲，伊是本来是吹啊，后来变做后生，对无？即个就是匈奴啦，匈奴本来是上帝吹阿提拉嘛，咱有讲一个阿提拉，最后小台，伊最后骑马迁过到罗马帝国，罗马帝国的人就惊着。咱看尼尼微哦，即个城本来上帝讲，因做恶做歹吼，要甲伊消灭，讲40几后要甲伊消灭，叫约拿去甲伊宣告。约拿宣告以后吼，因着忏悔，对国王开始到上少的老百姓，拢总穿麻衫，个淡仔拢毋敢去吃花宴乐，毋敢遐跳舞啉酒啊，着彻底来后悔。上帝就从对安尼对因的反悔，上帝看因的行做，就离开因的歹路，上帝就退货，伊所讲要讲，互因的灾祸也无讲了，就讲上帝要讲的灾祸就无啊，受得转啊。所以讲上帝吹啊，有哪会当变做上帝囝儿？任何一个人，不管你的罪偌大，你若到上帝面前，拢会当受责任。国会大即间是国会大厦伊是96米。拄则诶，台湾迄间教会有哪96米？为什么拢96米？即两间拢96米，因为因建筑所以讲因诶悬度892年，用96做因诶限制，袂使甲变过，所以因诶悬拢是共款，袂使超过，拢是96米，诚好算吼。所以咱若建国，所以咱若去做啥物歹代志，毋是袂使，爱后悔啦吼，袂使讲咱做歹代志来嘿，佮继续甲上帝讲我做毋对，来即问上帝原谅了，佮继续做歹代志，无安尼吼。上帝拢会加一句话，以后毋通去犯，以后毋通去做安尼你若去做就无好啊。对哦，无去做可能毋是变后生可能会变啥物？变萝卜去啊吼。所以咱会当看着。礼拜堂内底也讲起真水，中迄个就是伊斯特湾。就是咧纪念即个国王，伊有一个雕像所以做即个教堂对无？即个教堂起真水内底佫有插一寡旗迄个旗的目的就是另外，你也去讲咱看，是毋是会当？对啊，等下要来看影片内面，因为吼，影片无翕着这，所以特别甲咱讲一下，即个教堂有一个特别的。这是国王第一任国王伊斯特万的手，伊甲做木乃伊啦。这真诶即本搁伫遐，无听讲进前无伫遐吼，是后来去互人刷来食诶吼。总是即个手就是国王的手。做木乃伊已经1000吨啊！国王的正手，观众朋友有看过？因为听讲几吨后甲伊乌的毛讲伊手无烂去，所以从甲伊做木乃伊，因着诚做伊纪念。是，对，咱的师母嘛有帮咱介绍
有讲到即个以斯帖记嘛，有讲到马代坎波斯观众对，朋友以斯帖记有讲，以斯帖的国王叫做亚哈水鲁王，就是马代人。对，咱若有兴趣会当起来看以斯帖，就是我的名 Esther 对无？有会当看伊精彩的故事，多谢师母吼，还有个观众朋友即份来甲咱捧场，好，安尼咱即份是毋是来看即个内面呢？逐个斟酌看，因为吼，我咧翕的是吼，即个高档内底，袂晓翕，所以呢有一点仔较紧，所以逐个会当斟酌找。即个手伫对，来即个教堂的管风琴，佫有咱拄则讲的吼，迄个圆顶吼，来斟酌看哦。好，安尼逐个。即个是宇宙光百年合唱的。伊的歌名叫做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》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是诗篇23篇。我无遐尼老师遐尼专业对无？后摆去顶翕，所以有一点仔晃动，会当看到即个大理石柱对无？对个大理石吗？大理石啦，叫做大理石。大理石。这是为着要纪念因1000当，含因的第一个国王起的教堂。还有看到头前即个国王的像，是伫个地基的顶悬起的，本地王宫啊，伫王宫的王宫的地基起来。你看即个衣顶吼，即个顶悬，这是足歹起的哦。足歹起。1000当前的技术来讲，1000当前，有建筑师伫遐，对，壮观。欢迎大家来遮耍的，家己去看较有，会感受到足壮观的。遮头前足侪人伫看的，就是迄个国王的正手吼，正手放伫即个吼，即个木乃伊保存箱，所以伊个教堂佫叫做正手教堂。外口，老师出去耍，规身躯拍的拢是相机，非常的重。所以真欢喜吼，那多谢观众朋友来甲咱捧场支持，希望咱后一摆会当佫较济，甲即个影片互大家看吼。但是可能无翕到做好，所以看老师的相片较水吼。咱今仔讲的锤仔会当变后生哦。你若感觉讲上帝你管教你，不要紧，你是伊的后生，毋免惊吼。安尼对无？咱的圣诞节嘛伫咧到吼，天气愈来愈寒，也祝福大家吼会当
感受到即个上帝的疼，伫即个中间吼，无管几千年对无？老师，几千年拢连绵过去，永远未过去。但是伊就看中咱每一个人哦，每一个人的性命可能一几冬尔，但是伊甲咱看做宝贝吼，可能是伊的后生囝儿。重要是永远的活命吼。咱伫天顶是有永远的吼。多谢咱的观众朋友，多谢老师，咱有看到咱的朋友吼，明辉、美秋、美华师母吼，多谢安尼后礼拜一的下暗，同款时间台湾8:10，泰国7:10，澳洲1:10，能够做伙来讲故事。后礼拜咱要讲另外一个教堂哦，所以会当邀请你的朋友吼，来跟咱做伙来明白。安尼多谢大家平安，多谢老师，平安。后礼拜再会。